如果你由今日開始，每日朝早空肚飲一包滴雞精，第一日你會覺得有一股暖流由胃部散發到全身，豐富嘅微分子氨基酸好快被吸收，幫你喚醒沉睡嘅大腦。去到第7日，你會發現自己嘅精神好咗好多，以前起身嗰種仲係好攰嘅感覺慢慢消失，面色開始變得紅潤，唔再係之前嗰副殘樣。第14日，你嘅新陳代謝開始加快，滴雞精入面嘅營養成分幫你修復疲勞嘅細胞，下晝唔使再靠飲咖啡提神，全日嘅能量水平都維持得好穩定。第21日，你嘅免疫力得到顯著提升，身體好似多咗一層無形嘅護盾，冇咁容易病痛。消化系統亦都因為優質蛋白質嘅補充，運作得更加順暢。第30日，身邊嘅人會開始問你：你最近做咗咩？點解皮膚好似發光咁？充足嘅膠原蛋白同營養，令你由內到外散發健康嘅光澤。去到第60日，你已經完成咗一次體質大改造，唔單止係精神，連整體器官機能都好似重生咗一樣。每日一包就係咁簡單。想知邊款滴雞精最啱你？留言加1，我私信你揀選攻略。